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我想，咱侪人拢会心灵上感觉真烦恼、郁卒，甚至愤慨，还是受气。因为咱看见这个世界各所在，欧洲的乌克兰、中东的加沙，甚至非洲的苏丹，各所在的战争安尼继续不停，连咱的故乡亚洲、西太平洋的军事的对抗，拢互咱真诶忧虑、真烦恼。伫咱美国国内，更加是混乱，咱的社会最近非常的乱，真傲慢的政客，国语较好讲吼，滥权枉法，遐亿万富翁贪婪无厌，世界贸易停顿，咱的物价涨价，连联邦的工作嘛无法度保障，特别伫咱 Northern Virginia 啊，检测伫咱的中间，咱的警士，我看咱真侪拢已经退休，安安稳稳，总是一定有咱的警士，咱所熟悉的人，因为即款的政府的混乱，受非常大的影响，真侪人的 career 一生的这个 career 全无去。甚至有个人失去厝，就爱搬煞，因为囝儿就受到足大的影响。当咱看见遐尼侪无辜的善良的百姓受到即款的伤害，咱是毋是会对上帝来问讲：上帝啊，即款的苦难都爱去偌久？上帝啊，什么时阵社会公义才会当得到伸张？当咱面对恶人当道、好人受害的苦恼的时，不教有这种的讲法。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不教徒相信天理总有一天会彰显，善恶拢会得到报应。那不是伫今生，就是伫来世。的确会发生，所以因鼓励人唔通因为咱目前所经过、所看见即款的不公不义，就死心绝望，就要继续行善做好事。咱基督徒的信仰，咱的旧约圣经嘛有类似的看法。上帝讲，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也是雅各的上帝。这句话是咧讲起什么？这句是咧强调讲，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世世代代，伊永远远远是世间的主，伊是全能的上帝，啊，伊的主爱甲公义是永远长存。伊对歹人要刑罚到3、4代，总是伊对遐个义人要祝福。子孙到1000代，所以当咱看见这不公不义的时阵，感觉心内艰苦，甚至实际上受到影响的时，咱永远都爱相信咱的上帝，相信讲咱的上帝既然是主爱甲公义，的确伫伊所定的时间，要来帮助咱，要来保守咱，也要来。刑罚遐个不义、唔惊上帝的歹人。诗篇27篇13节、13节、14节安尼讲，我深信伫活人的所地，要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所以都要保持仰望，听候耶和华，就壮胆坚固你的心，爱听候耶和华。因为咱相信耶和华是主爱甲公义的上帝。所以先知旧约的先知嘛，常常警告遐个男权残暴的君王，也是法官，对遐个为富不仁的地主，也是有钱人，甲因讲，恁唔通贪心欺负孤儿寡妇，恁就要照顾送乡人，维持社会正义。若无，的确就要面临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先知的境界。
特别先帝佫讲到讲，伫将来迄个互人会通惊吓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是最后的审判也要来。当到迄时阵，上帝要用亲像大火烧山迄款的气力来消除世间一切的污秽甲败坏，将所有为非作歹的不义之徒，连遐个撒旦甲邪灵，拢等入去地狱的火来烧来毁灭。这款的异象是要提醒咱，讲将来上帝的确要照公义来审判义人甲歹人。遐个阵中的义人要受祝福，进入上帝的永远的快乐甲安息，总是遐个歹人要受到永远的刑罚。这就是神学上咧讲的终末论，哈 ，eschatology。耶稣的学生嘛捌问耶稣关于最后审判的事，因问耶稣两个问题，当因伫即个橄榄山吼，伫橄榄山看圣殿时，因看见讲哦，圣殿遐尼水伫遐来敬拜上帝。那安尼，上帝的日子，主的日子，最后的审判，什么时阵要发生？耶稣甲因讲，所以因问耶稣讲主的日子什么时阵要来？第二，主的日子来以前，就是最后审判来之前，有啥物款的调头，所以阮会通较紧准备也好。耶稣大声是肯定因的想法，甲因讲上帝锁定迄个终末公义的审判，的确会来。然后提醒因讲，当恁看见大自然的灾害，亲像地动、强风，也是暴雨，甲人间历史上这个动乱，亲像战争、政权、暴力，这拢是主的日子要来进前的调头。因为这个大自然也是历史的变动，拢是咧甲咱提醒，人因为咱的自私破坏了自然的环境，人因为咱的罪性，又互咱无气力通改善咱的社会，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互咱变做讲，只有会当欺善怕恶，自求多福。所以，若要得到真正的公平甲正义，最后只会当倚靠全能的上帝，按照伊的资源甲公义的原则来做最后的审判。这就是耶稣要甲因讲迄个调头。因的头一个问题讲，主的日子什么时阵要到？耶稣甲因讲上帝并无互任何的人天使，甚至耶稣知影是不是迄个时甲迄个日。所以，恁就要警醒。当咱若唔知迄个事，咱敢若知影讲，迄是真要紧、真重要、真绝对公义的审判要到的时，咱若唔知迄时间，咱会的确搁较爱警醒，因为咱随时准备也好，才袂当主再临最后的审判、终末的公义到临的时，咱才受气杀。藏伫天国的外面，这就是保罗咧伫哥林多前书13章咧讲起，讲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甲仁爱。咱相信上帝的恩典甲救赎，咱就要望上帝调咱要来追求将来天顶的奖赏、奖项。现主时，咱就要用疼心来生活。那安尼，咱就有望，咱就有将来的欢喜的事。主耶稣捌来到这世间，真做受苦的路仆，为了咱的罪过，甘愿牺牲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受苦来代替咱，互咱得到救，互咱真做上帝的子。将来伊要过来，等伊过来时，伊是要用迄个荣耀权威的人子的身份，带伊的天使。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因为只有安尼，咱会当看见讲上帝的义 ，theodicy， 上帝的 justice， 最后会当完成。
咱所信的上帝，毋是干那讲哦，恁都爱做好事，互恁有糖通食，有糖啊通食。上帝嘛毋是讲恁若乖乖，恁甲我要求啥物，我就帮衬你。上帝是主爱，无毋对，甚至献出伊的独生囝来听咱。总是上帝也像是甲咱，甲即个世间讲上帝所创造的即个世界，啊，上帝所听的这个百姓，拢是伊的囝儿，所以即中间若不公不义的事发生，上帝绝对无安尼囥伫边啊！上帝的确伫适当的时阵，伫上帝所定的日子，要来处罚，要来报偿。那安尼，咱安怎样？若要做好的基督徒，做上帝的囝是咱怎样再当来面对即款主的日子来的时，会当互上帝甲咱讲恁好个真正的路步，通入来我永远的快乐。因为恁伫小事中心，恁通管理做事，但恁是好个真正的路步。耶稣为了要帮助伊的学生，甲帮助咱，会当互咱的人生得到上帝的恩典以后，安怎样过上帝祝福的人生，佮互咱会当备办好，当终末的审判来的时，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奖赏，甲懊恼。伊就用4个这个譬如，特别马太福音24章甲25章，用4个关于终末的譬如来甲咱讲。咱有时伫教会常常敢若要强调讲咱是罪人，上帝听咱来信耶稣。有时咱忽略讲，当咱成做上帝的囝子以后，有圣神住伫咱的心内，当咱的日子、咱的生活若无好好来过，敢若会晓自私，敢若想着家己，拢无去分享，拢无去荣光上帝的时，咱将来等于上帝遐。也是当最后主再临的时，咱要面临迄款最后的审判的时，咱变做无准备也好，迄阵就永远的遗憾。所以有时伫教会，咱不但爱讲起上帝之外，嘛爱提醒看见上帝公义，毋是干那讲安尼好，将来上帝要甲这个歹人、这个恶人、这个毋惊上帝的人，甲因处罚啊定。互咱嘛会当对即个信息来得到警醒，安尼会当帮助咱安怎样过咱基督徒好的生活。迄个4个譬如中间的第2个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10个童女，也是讲10个在色女的譬如。耶稣用快快乐乐的婚姻的宴席来象征天国的祝福。按照古早时代的婚礼的习俗，新郎甲伊的伴郎会敲锣打鼓，去新娘的厝来迎娶新娘，然后将新娘带转去到新郎的家来举行结婚的仪式。新娘要迎接新郎来娶亲的时，因会选一寡这个在色女、童贞女，就是少年纯洁古水互人听的这个童贞女来到迄个大门口还是街口来迎接这个新郎迎亲的队伍。所以才会受到竞选通做伴娘啦，这个在色女。头拢嘛足欢喜，拢嘛是爱去试妆，嘛爱去买新的衫，嘛爱化妆安尼吼。因为有一个要紧的任务，就是要代表女方的家庭来欢迎姑爷新郎要来娶伊的新娘安尼吼。因常常嘛是来带这个灯，是安怎？因为天暗真早的时，万一新郎行路也是骑驴汉尼远来到这个所在，有时天暗嘛。即摆安尼，大家暗暗时是做无迄个气氛对吧？所以就爱用灯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咧关于这个比喻。耶稣讲天国，这个天国特别耶稣要讲将来终末的审判的时，这个天国就亲像新郎要来迎亲要来娶新娘。伫这个故事有一个特别的转折的点，
转折关键的点，就是讲，大家拢无想到讲，这个新郎竟然延迟，竟然迟到，竟然误了他自己的及时良辰安尼吼，所以这个迎亲的这个童女，伫遐等足久，等到尾实在是忝啊，少年囡仔，可能嘛无用几啊工对无？欢喜总是讲常常咱的结婚日迄天，毋是新郎倒去，就是新娘昏倒，有无？为了迄个典礼无用几啊工，为了要穿迄水衫，无食无啉安尼吼，真欢喜，毋过终于嘛生气咯。所以同款的情形，天暗新郎迟到，所以即时大家拢困去，一直到过半暝以后才到位。所以呢，大家赶紧吼，3个钟呢，你的头发搁洗洗咧，较紧的点灯，特别半暝吼。点灯时才发现讲，10个在手中间只有5个因有另外特别准备油罐，所以因有油通点因的灯。其中的另外5个呢，因为无特别准备，所以煞无法度点灯。至到因嘛无法度参加这个婚巡丧。耶稣用这个譬喻，其实。真清楚要甲咱讲去讲，上帝国真亲像这个欢喜快乐的婚姻的宴席，所有人拢是有邀请通来进入，总是教会只有迄个聪明，也是讲巧，台语翻了真好哈。普通聪明甲巧有无共款无？聪明的人不一定巧，巧的人一定爱聪明。巧是毋是比聪明较巧一丝啊？there's something extra 哈，所以讲这个巧的人怎头入面所以耶稣嘛常常讲受调的人多，总是受敬着的人少，所以咱都爱学习这个巧的在手准备好，即个讲当上帝的时间延前，甲咱按算的无共款的时，咱袂去甲迄个油拢烧了，煞无法度准备，咱都爱随时有万全的准备。那安尼，咱对耶稣所讲这个10个譬喻，这个10个在世路的譬喻，会当学习什么？特别咱面对上帝最后要来临、主的再临，甲迄个将末的审判的时，这个譬喻会当互咱什么款的启示？我来讲3点。头一项。这个人受竞选，通去迎接新郎是非常荣耀荣光的一个任务，咱常常看见咱有人要结婚，有20个朋友打下敢会当拣3个做伴娘，所以这3个足欢喜，其他17个才足受气安尼吼，真歹做人，对无？所以迄是一个荣耀。这个条件是啥物？你着爱是在色女、童贞女。童贞女是少年还未结婚的女性，因为因还阁有真纯真甲纯洁的本性，所以因常常伫圣经内面来象征是上帝的面前迄款上界忠心、信实甲纯洁的灵魂呐。所以咱看见讲，当玛利亚还阁咧做在世女，还阁童贞女的时阵。上帝圣神降临伫伊的身上，互伊怀孕生耶稣。因为伊是童贞女，是纯洁的，才有迄个资格，通互上帝的囝降临伫伊的身上。对语言的角度来讲，上帝也是语言的角度来讲，若是设施婚礼，是咧表示上帝甲咱人联合的象征。上帝是新郎，咱上帝的百姓是新娘，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那安尼，这个童女是甚么人？这个童女并不是新娘，那安尼因是代表甚么人？因是伫这个婚姻中间有担任工作任务的伴娘，所以因就是教会内面这个领袖。其实马太福音14章到25章，迄4个譬喻关于将末审判的譬喻，
的重点，拢是咧讲起教会内面的领袖，有得到上帝特别的交代，互因有5000两、2000两、1000两，互因会当管辖，也是讲喂养、关心别人，拢是有特别的任务的人，是因为会当去迎接新郎，迄款的扮演，迄是一个尊贵的工作任务啦。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咧对咱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也是讲团队的会长，也是查经班的领导者，三个师傅老师，甲咱拢讲啊，安尼讲到尾，是毋是咱大家人拢属于这款的任务？因为咱教会，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咱拢是上帝赐的人。其实当主再来的时，终末的审判时，咱每一个人拢都爱面对上帝来交账，咱都爱伫上帝面前来交账 ，give accounts 哈。所以咱会当对这个童贞女这个身份来学习头一点，就是讲爱像这个在世共款，保持咱伫主的面前迄种虔诚、迄种忠心，咱只有属于主。当咱受到主用伊的死来拯救咱的时，咱的活命已经是属于主耶稣，唔通阁去追求关系，唔通阁去追求财富，唔通阁伫遐骄傲，唔通阁伫遐自私，咱都爱贞洁来侍奉咱唯一的主耶稣。咱的心灵，咱的生活。咱的讲话，咱的行达，大方面都爱保持圣洁，有上帝的迄个，有上帝迄款的本性，有这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安尼咱才会当符合做在世女迄款的身份，才有资格，才会当准备好，通来迎接主耶稣。但是这个譬如佫甲咱讲第二点，敢若咱有迄款。这个在世女的纯洁的身份嘛，也无够业，因为这10个在世女拢是在世女，到尾只有5个，只有一半有通进入婚姻的印象。这10个分做2组，耶稣甲因讲，这其中有5个是安怎巧的、聪明的，另外5个是戆的、愚戆的。希腊文讲这个戆的叫做 moron， 咱捌听过英文讲 moron 无？就是讲蠢蛋的意思啦吼，耶稣甲咱讲，其实迄个山上宝训，耶稣甲咱讲，唔通骂人moron哦吼。我即摆是甲咱解释，我拢无骂任何人吼。因为迄款的话是甲人看轻，对无？家己骄傲，你看轻的人嘛是上帝所听的囝子。巧的人呢，迄个希腊文叫做。phronimoi 翻译这伫英文的翻译嘛真复杂，有的讲 wise， 有的人讲 clever， 其实上个中性点叫做 prudence， 咱知影英文无 prudence prudence 是你唔是干那智慧聪明，是迄个巧，是迄款 prudence， 迄 prudence 的意思呢？照英文照。希腊文就是讲，一个人会晓审时度势，会晓看时间、看时阵，会晓判断迄个情形，做上界正确、上界有利的决定，迄叫做 prudence， 迄叫做phronimoi。所以这个第二点，咱人学习就是讲，唔那爱受当迄个在世女这款的身份，咱嘛爱学习这5个巧的。在世女真做一个真慎重，会晓看头看尾，会晓伫事先就安排有备来好，所以当有意外发生的时，有法度应变。迄款的气力叫迄款的智慧，叫做迄款的巧，就叫做 phronimoi， 是迄款 prudence 的意思。那是安怎？因有法度有这款的 phronimoi， 遐尼慎重，遐尼会晓思前顾后，因为因对因的受交代事工非常的慎重，所以毋是干那尽本分做也好，是爱加做一寡，
免得有意外时去会失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因就是爱对因所受交托的任务非常的认真，啊，对交托因的主人非常的忠心，唔再愿意这个 extra hour 加班嘛，无咧讲，啊，规暝嘛要代志一定要做好。明仔载这个契约书若无写出来，咱就了去一笔生理。啊，明仔载这个代志无签好，咱就了偌济钱。吼，有迄款有愿意牺牲，愿意为着伊的主人来明仔讲来尽一切之力。这款的特色就是咱来学习的，就是讲迄个字啊，迄个字真要紧，迄个字吼。当然，咱无偌侪时间来讲起希腊文吼，这个字几摆伫圣经咧用的时阵，啊，伫迄个希腊文学内咧讲的意思，啊，甲旧约的智慧文学吼咧讲的这个智慧的人，会足侪迄个情形，拢有类似。所以，毋是干那聪明，毋是甚至毋是干那巧，是有迄款真正。咱讲 commitment、dedication， 有迄款的心，因为迄款的心，伊才要愿意吼，为着这项事要做好，会当加准备，会当加准备油。啊，若无想啊，反正一个仪式嘛，啊，大家欢欢喜啊，要来，大家去看头节，就去啊，结果呢？结果啥？新郎迟到，啊，到尾啊啥无油通点灯，是无？是安怎这5个在史路会特别想在，因为因唔能。聪明唔巧，因阁有疼心，因对因的主人忠心，所以因才愿意尽一切所有来准备好。但聪明的啊，甲愚戆的，巧的甲戆的中间啊，有啥物特别？迄就是一项。另外一项，其实耶稣甲慢慢讲过，伫山上水分的时，伊安尼讲。伊到结束的是第7章，马太第7章，伊安尼讲既然听见我所讲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就是亲像智慧的人，因为伊是将伊的厝起伫石盘顶，所以当大风、大雨、大水扫来时，伊的厝袂受影响。总是听我的话却无去行的人，就亲像愚戆的人，将伊的厝是起伫倒位？起伫山的顶面，所以大水到，大风吹，佫有啥？风雨 ，anyway hurricane tempest anyway 台风来的时阵就完全毁害。所以耶稣嘛用这款的比喻，对了伫比喻内面，甚至伫伊的山上水分内面来提醒伊的听众，甲伊的学生。爱知影讲，咱伫上帝面前是要做迄个聪明的，还是愚戆的？咱要做迄个巧的，还是迄个无巧的？咱要做迄个真正对上帝忠心佮疼心的人，还是清清菜菜随随便便的人？迄个差别就是讲，咱有照耶稣基督的话去行无？咱若无法度用行动来表现咱的信仰，咱的信仰就是死的，安尼就毋是聪明的人。这是第2项，然后第3点，佫有一点真要紧，伫这个故事内面，互咱看见讲，这个十个在数里中间，只有一半是巧的、聪明的。啊，这聪明的人，因是安怎？互咱互耶稣甲伊学了讲，因是聪明巧，因为因接受这个任务的是会晓准备额外的油，另外佫准备迄灯，毋是干那点满去用，因为普通仪式来赢者5分钟就结束啊嘛吼，因为啥呢？吹锣打鼓欢喜入面都无代志啊，毋是伊也要去准备油罐，另外炸油。所以咱要解说这段譬如是常常伫历史上的神学家常常咧介绍，那迄个油是象征什么？因为咱知影耶稣讲几啊摆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比拼上帝国，还是讲天国，对无？那安尼，这个关键就是讲，这个聪明巧的在世路会晓准备额外的油，安尼遐油是要上定什么？咱就爱确定咱原来有遐油，所以当将末审判的时，当主再来的时，还是当咱登去上帝遐爱高效的时，咱有遐油，互咱
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甲奖赏。所以历史上有几啊种的解说，常常牧师今仔我另外讲到就想到啥就讲，或者油既然是象征就想象，这象征我们咱人讲，我若伫课堂上学生又看买，你们猜，或者是你们要怎么解释这个油是什么？当然，咱理论上对圣经，咱都爱安怎，袂使凊彩想象甲咱的意见想济，有时想象错误嘛所以这个油都爱看马太福音，有其他所在讲的油无，是咧指什么意思？安尼以经解经对不？咱来看耶稣伊其他福音书或耶稣咧讲到油的时，伊有啥物象征？搁一个就是讲旧约圣经咧讲到油是啥物意思？所以咱会当为几啊个点数来去找，其中有4点真比较重要，所以我简单甲大家报告头一项就是讲，咱若是根据诗篇119篇105节，伊讲上帝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迄油就是要互我的灯会当发光，会当成做我脚前行路的灯，看到路走入去后跋倒，踢骹跋倒，成做我路上的光，互我知影为倒位去行。什么话是脚前的灯，脚前的灯呢？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迄个 extra oil， 另外迄个油，对面就是讲，咱爱有上帝的话。咱若唔认捌上帝的话，唔知影上帝的旨意，无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安尼就亲像咱的灯，咱人若是迄个灯笼，咱的油烧到了的时，咱无有上帝的话继续来甲咱点灯，咱的人生就袂光明，因为咱唔知影头前的路要安怎样行。所以，迄个油的一个象征意思是安怎？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第2项，奥古斯丁是安尼解说，伊讲迄个油就亲像迄额外迄个灯的油是上帝久久长长的疼心，久长的疼。奥古斯丁讲，遐个聪明的在世路因所特别个大遐个灯，是用良心、内在的荣耀，甲上深的仁爱来烧的。或即句讲，只有疼心伫咱的内面，才有法度，互咱的人生继续来燃烧、发光，来做主好的见证，来照明世界。所以迄个油是要互灯发光的，所以毋能干那上帝话是安怎？是爱咱内面迄种真深刻的疼心啦，疼心。伊讲伊佫加一讲，咱若要有迄款的疼心，会当继续燃烧，互咱的灯会当发光，就爱倚靠上帝的恩典。伊若毋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咱的疼心就无法度维持遐尼久。所以，迄个油是代表久久长长的疼，对上帝的疼，有意思无？有道理吧？搁第3种的讲法，这就是来到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讲，伊讲迄个互咱的灯，咱的人生若是亲像迄个灯要迎接新郎，就是主要所谓载人将末的审判。爱迄个油，互咱的灯会当继续发光。迄个油就是信心。咱若无信心来接受上帝恩典，安尼咱的生命的光就会去互花去。另外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长老会的传统 John Calvin， 伊看起遐尼一无共款的上灯，伊讲到底是上帝话，还是久长的疼，还是迄款信心？伊讲咱莫去摇啦，摇来摇去无啥物利益，佫会猜错。伊讲咱看几个整个的譬如的重点是咧讲，咱信徒爱得到勇气，来支持咱心内迄款燃烧的火焰。若无咱的热情，咱对上帝、对教会、对人生的热情，就会真紧去互消失去。即句讲，伊其实伊的意思是安那？迄个油代表勇气。这点咱感觉奇怪，是安怎讲勇气会当成做迄个油，互迄个灯继续活？因为伊是活伫
宗教改革时代，为了要将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讲清楚，伊互人追杀，互遐天主教的主教啊，遐 Inquisition 遐人追杀，啊，真济接受宗教改革的福音真理的人，家庭规个村庄受毁灭、受伤害，讲因是异端。所以，迄个勇气，再当互你伫真理的面前、福音的面前欢喜，继续燃烧，一直到主个人。那安尼听起来，其实勇气嘛不止啊在理哈，是不是？不止啊在理。但是我发现讲，伫这历史上安尼一款的解说内面，有一点佫较要紧，啊，但是较少人讲起。是安怎呢？是啥物呢？就是讲，我想讲，这个油其实是象征圣神。咱若无圣神踮伫咱的心内，咱就无信心，咱就无法度听心，咱就无法度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服从上帝的话，是毋是？因为咱人会软弱，因为咱所住的世间，甚至伫咱的教会内面有遐尼济鼓励，咱嘛还阁有软弱的事。咱若无圣神蹛在心内，就无迄个气力，互咱的灯继续燃烧，一直到新郎来主宰来。啊，但是迄个信念毋是干那因为遐尼要紧，所以安尼解说尔。其实伫圣经内面有一个根据，咱看见撒迦利亚书第4章。先知伫迄个意象的中间，看见一个金的灯台，啊，面顶有一个大的碗，啊，迄个灯台有7个灯啦，吼，迄个碗里面有油，啊，通过7个管啊，啊，所以迄个油一直捞到遐7个灯台，啊，所以7个大的烛台拢光起来。这是咧讲起灯，讲起油，讲起照光，啊，这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意象。啊，然后伊听见上帝天使甲伊讲，你去甲所罗巴伯，就是迄阵带伊个百姓对受掠所在，转来耶路撒冷的这个将军甲伊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毋是我靠势力，也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灵，恁才会当成事。我想咱中文可能足熟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你们才能够归回，才能够重建圣城，重盖圣殿。所以主的灵就是迄个碗金碗里面的油，通过这个管啊，流到7个灯台，完全的数目，7个灯台。会当照亮世界，会当这灯台就是代表上帝的百姓，甚至启示录内面讲起是咱的教会。7个是完全的教会。这个灯本身无法度发光，伊都爱有油，点油伊才会发光。迄个油为倒位来？为金碗来。然后上帝通过先知撒迦利亚讲是靠我的灵，就是靠圣灵。伫新约时代，保罗嘛捌安尼讲，其实咱的一生拢需要我靠圣神做咱的保惠师。所以伫罗马书第8章26节，伊安尼讲，咱的软弱有圣神帮助，咱本来毋知影安怎样祈祷，总是圣灵亲自用伊无通会用迄个无法度说明的吐气来替咱祈求。迄个监察人的心。上帝知影圣神所体贴的，因为圣神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保罗嘛是提醒咱，第8章特别咱要听候迄个最后的受赎救赎，连世间万民拢要救赎，直到主最后的日子那时伊咧讲起伫迄个过程内面，咱要安怎通？伫这个唔知影安怎样祈祷，迄个苦难中间，依然坚持咱的信仰，坚持咱的愿望，来听候上帝最后互咱完全的救赎。迄个时阵就是靠圣神替咱祈祷。所以我认为第4种是较要紧较少人讲起。总之，这4种毋是干那互咱中间拣一项，毋是拣一项，因为既然是上顶上上顶的好处就是安那。有足济无同款的可能性，通过安尼对咱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情况，
拢会当有帮助。东西这前提就是安啦，爱符合圣经整体的意义哈，爱以心解经，别使随便想象啊哈。所以我想讲，这四种的讲法，其实上帝的意思并无互相排斥，伊是互补哈。所以咱基督徒要听候主的再临，有比咱迎接主的日子，咱就爱带额外的油，另外爱准备迄个油。互咱的性命会灯会当随时会当点倒来照光，啊，这个灯油就是通解说是上帝赏赐咱的圣神，啊，这圣神会当提醒咱已经有得到上帝恩典，所以咱就爱有信仰望忍耐，啊，然后咱爱听上帝的话，照耶稣的教示来行，听上帝，听人，甚至听咱的敌人，咱的仇敌。当咱安尼做时，咱就是有遐个另外准备的油，互咱的人生会当继续荣光上帝的名。当主过来的时，会当得到上帝的儿女，讲咱是好搁尽忠的奴仆。结论来讲，这个十个在世女的譬喻，互咱两个真清楚的这个信息，乃先。这个故事中间的新郎虽然迟到，但是最后伫上帝好的时机，伊还是来了。哈 ，God's good time in God's good time。这个故事并不是讲啊，这个新郎怎变成 mission mission 怎么失踪了安尼哈？不是。伊是慢哪呢哈，他还是有来哦，还是有来。就是要甲咱讲迄讲，有时咱听下主啊，你较紧来，我即摆真艰苦啦，干脆你较紧来，啊，恁拢甲阮迎进去新天堂，这样不是很好吗？哈啊，特别等咱有时咱老实讲哦，有时咱我去探访遐破病真艰苦遐老大人，牧师啊，你替我祈祷啦，看上帝咱较早甲我调转去，我真艰苦呢，我真艰苦呢。醒时阵拢着爱打针吃药，啊，着爱靠人甲我我的身躯，啊无我着褥疮，啊无我足艰苦，啊我看落来惊是为着我照顾我安尼艰苦，我嘛真心唔甘。我已经准备好啊 ，ready or not， 上帝啊 take me back。咱要安怎安慰即款的老大人？咱要安怎为着因祈祷？一当咱。唔通了，就讲上帝迟到，叫咱的时间迟到了，就讲伊怎MI 那个啥 mission lost 算哈，就是讲他还是有来。哇，这个讲是要提醒咱讲吼，这款的故事的结局是要提醒咱讲吼，上帝永远袂误事啦。兼且对咱来看有较慢。总是伫上帝备办好时间，的确要来，迄阵大家要欢喜迎接伊，所以咱都爱放心来倚靠上帝，因为全能主爱甲公义的上帝，伊嘛无拄久，嘛无困死，伊的确要及时来帮助咱，搁伫终末的时来进行上界公平的审判。头一所以佫一摆看诗篇27篇，伊讲，着爱听候耶和华，着爱壮大坚固你的心，爱听候耶和华。第四点，耶稣嘛甲咱教示讲，咱着爱做迄个聪明佫巧的在世女，咱是有竞选担任即个会当迎接主再临的光荣的荣耀的任务。所以，咱的性命都爱随时备办遐个野外的油，随时我靠圣神坚守咱的信心，保持仰望，用听心来行事为人。那安尼，咱一个小小的烛光，就会当继续来照伫这个黑暗的社会。咱来帮助咱的厝边隔壁，咱的朋友中间，因为适当，因为改变来失去工作的人，替因祈祷，替因走总，互因感觉讲上帝无放杀因，兄弟姊妹也阁为着因来祈祷。咱中间若有人身体欠安，找时间去甲伊看一下，是时间甲伊敲一个电话一下，安尼
对因的帮助嘛真大。这拢是咱会当真做巧佮聪明的在世所会通做的人。那安尼当主再来的时，无论是什么时阵出现，咱唔知什么时阵，这就是咱安怎样来警醒、来备办。当主再来的时，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娱乐，讲好佮真中的萝卜啊，恁通入来，我会快乐。听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拜上帝，通过你的听堂，互阮真侪你的惊喜。阮带着这个世间，受到经验着侪你的祝福，阮也看见侪困苦、灾难，甚至不公不义的事。主啊，阮将这一切拢摆在你恩典的宝座前，因为阮知你永远是这个历史的主，永远是世间的主。你疼惜每一个你所创造的囝儿性命。愿主你帮助阮的心，常常对你得到安慰，也用你的圣神甲智慧来指导阮，互阮知影安怎样伫生活中间发光做盐，来用光你的名来见证你的疼痛。主，愿你怜悯阮，愿你的疼痛点伫阮内面，特别遐个受苦的百姓。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倚靠听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的